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eyton 啊，我又讀一篇文章啊，我唔係好讀過，因為我要補習嗰啲功課，不過今日咪讀返咯。好啦，我讀啦。差生檔案11月4日，星期五晴。今天上課時，新來的黃老師請我回答問題，全班便哄堂大笑起來。我低下頭，一聲不響，憤怒地盯着他們。黃老師把問題重複了一遍，我還是不出聲。課後，黃老師問我同學大笑的原因，我很羞愧，只好垂着頭告訴他，因為大家都說我是差生，沒有老師會向我提問，我也這麼認為。我幾乎要哭出來了。黃老師沒說什麼，只是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放學時，我收到黃老師的一封信，信封上有幾個大字：差生檔案。我拆開信封，信上寫着。我頭先淨係讀到呢度咋，我讀晒呢度 part 同埋呢度 part 就先至整另一個 video 話俾你聽啦。好啦。